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蒲芳莹。众所周知，多杰雄灯护法的修持法门已有超过300年的历史，许许多多藏传佛教的高僧大德，尤其是格鲁派的祖师们，都修持这个护法的法门。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克切拉佛教团体的董事会成员之一叶师杰先生。叶师杰先生，他也是尊贵的占度古仁波切的资深弟子之一。他将跟我们分享他修持多杰雄灯护法的法门的经验，以及他在西藏的所见所闻。叶师姐你好。主持人你好。首先我想问叶师姐的是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认识多杰雄灯护法？还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修持他的法门呢？那是在14年前偶然的一个机会下认识了师父，然后师父把这个法门传授了给我。那你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非常就是容易接受吗？直接就接受这个护法吗？对的，我是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个护法。我相信是因为从小我对佛教产生很浓厚的兴趣，然后求学时期也很活跃于学校的那个佛教学会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很顺其自然的我就接受了这个护法。所以你是说，因为基于对仁波切的一个信任，所以他在传授你任何法门的时候，你都非常容易的接受是不是因为仁波切曾经给过你什么样的一种启示，所以你才对他有这么自然而然的一种信任呢？我觉得仁波切他在讲法的时候，都是用很简单浅白的文字，然后用非常逻辑的方式去把佛教的教义讲解出来。我记得我在求学时代在学习的时候，在念经诵经啊，都是用背的用记的，然后里面有很多译文和那个译音。当这些字都是用中文字写出来，我认识那个字，但是我完全不了解它的里面的意思和含义。所以当仁波切教法的时候，把这些意思再重新讲一遍出来，我真的是恍然大悟。所以我觉得仁波切所讲的东西都是很合乎逻辑合乎我们的现代人的思考的。所以他给你的任何东西，你也会自然的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是适合你的，所以你才就是去坚持的去做这个修持。对的，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接下去想问的是，就是你修了这么多年这个护法的法门嘛，那他在这么多年以来，他曾经给过你什么样的帮忙？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故事？当然，在这14年来，护法曾经帮过我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比较严重，我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我患上了那个脊椎slip disc 脊椎的一些毛病。是移位的毛病吗？椎间盘突出。当我患上这个疾病的时候，去见了好多位医生西医，几乎每一个西医呢都建议我马上去动手术开刀，把突出的部分割除。幸好就是通过师父的帮忙，建议关怀，然后给还有护法的开示，护法把我选择了一位很好的中医，建议用推拿和针灸的方式去治疗我这个疾病。那你为什么会说就是还好，就是你非常庆幸能够得到护法或者是仁波切的协助，建议你去找一个中医师？难道西医的这个治疗方式其实是存在什么风险的吗？当我在治疗这段期间，我遇到很多像我这样子的病人，就是同样患上那个脊椎盘突出的这个疾病的。有一半以上他们都有去见了西医，而且还动了手术，就是把突出的部分割除掉。结果在跟他们谈话之中，发现到手术之后，过了半年、1年，那个疾病疼痛又复发，然后完全没有办法去根断，只有通过传统的推拿和针灸方式才能够去完全的治疗这个疾病。那我可以做一个假设，就是如果没有护法的这个指示让你去见一个中医师的话，那你会不会就是像其他病患者一样，直接去找那个西医，就把做一个手术把它切除？非常有可能，因为我所见的这些西医都是在马来西亚很顶级的一些医院和医生。我相信很自然的，身为一个病人，当遇到这些这么好的医生、很出名的医生的时候，很顺其自然的就会听取他们的意见。那你现在你的身体情况复原的还好，应该也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就因为接受了这个中医的治疗。复原的还蛮好的，没有副作用。其实在这段期间，这个中医也建议了我做很多复健的一些运动，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体也慢慢的康复起来，也强壮了很多。
所以我可以说，就是护法其实他已经帮你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医生，我可以这么说吗？对对，是这样子的。那我们接下去想要问的就是，虽然这个护法给你个人本身来讲是带给了很多很多的好处，对你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慈悲的护法，可是同时间呢，也很多人说它是个邪灵啊，同时呢，就是还有这个禁令的存在，就是禁止人们修这个多杰熊灯护法的法门。那针对这样的事情啊，你有什么看法？还有就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一直坚持下去修这个护法？当我14年前认识师父的时候，是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禁令的，而且这个禁令它产生应该是在海外吧，不在马来西亚。所以我记得在14年前，师父传给我这个法门的时候，大家都是对这个护法都非常相信和虔诚的。而且在多年前，我曾经去过西藏3趟去朝圣。在2007年我第一趟去的时候，我去了拉萨，我去了拉萨的那个护法殿 Choti Kangsa， 我还去了塔什隆坡和尼摩皎切，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朝圣的地方。当我去这些寺院的时候，里面的僧人修护法的僧人，我都觉得他们非常虔诚，非常的谦卑。当我去拜见寺院的时候，寺院的条件不是很好，但是里面打扫得非常干净整齐，所以外界所传言的修护法的人都是非常凶狠伤害别人完全是没有这样子的事情的。那就是你到寺院去看是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的一种情景，你反而看到的是在这个修护法的这些僧人跟这些寺院都是一片祥和，大家都是非常和谐的在修，也没有人在那边搞事情，也没有人制造暴力的事情，对吧？完全没有。而且当我去朝圣的时候，当中我很喜欢就是跟当地的乡亲父老谈话，很庆幸的我有机会去到一个大姐的家做客，然后大姐就是对我一个从马来西亚老远来的一个朝圣客去到西藏，他很好客，请我吃饭，而且还特地带我到他的护法殿去参拜、去上香。我觉得修护法的人，好像大姐这样的人非常多，非常和蔼可亲，完全不像外人所说的这么凶悍、残忍。所以他是跟一般的佛教徒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差别没有，他们都是非常虔诚，非常虔诚。那你也曾经到过香城吧？我听说。我曾经到过香城那是在2012年，我在香城逗留了大概有十来天吧。香城大概有3万多人，里面几乎都是修护法的。有机会我跟一些大叔谈话，大叔都跟我说，他们每一天早上起来一定会向护法点灯上香。而且出门之前一定要身上要带护法米，护法所加持过的米那么他们一天就会很顺利的把工作完成，而且很安全回到家。因为西藏的地方很大有时候他们要就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可能要上山做一些事情，干一些粗活，所以有时候对他们来说生命是会有危险的，所以身上带一些护法米能够保障他们的安全，他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从你的分享里面，其实我听到的是香城的人，就是这些修护法的香城人，他们其实是非常简单朴素，然后对护法有那种就是没有办法动摇的一种信心，我可以这么说嘛？因为我毕竟没到过那一边。是的，我想应该是这样子，就是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是很开心，一谈到护法，他们就洋溢着欢喜幸福。他们对护法的信任是不动摇的。他们修护法应该是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吧？因为听说那边也是赤江仁波切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非常追随这个赤江仁波切，所以他们对这个护法也非常的有信心。对，香城是赤江仁波切的故乡，所有的人都对赤江仁波切很虔诚，对护法很虔诚。从叶师杰先生的分享当中，我们发现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多杰熊灯护法争议出现之前，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祥和的情况下修持这个护法的法门，从来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没有任何的争议。于是我们在这里衷心的希望这个争议能够尽早落幕，让每个人都可以安心快乐的选择自己的信仰。再一次谢谢叶师杰先生今天的分享。谢谢你，主持人。谢谢大家。